继续要来讲，疫情影响到观光的产业，包括餐饮、旅馆、民宿、游览车、旅行社等等，拢总受到影响。专家来表示，疫情爆发到大，已经有将近一半的人不得不都要离开观光相关的产业，恐惊都要等到2023年，产业才有可能会过来复活。民众党的立委赖香玲早起来开记者会，讲政府虽然有咧做产业的纾困，但是领到钱的业者无够5成，其他一大半的人根本都看会到、食袂到，讲政府是真无效率。新竹内湾老街过去拢真侪人，即马拢无人。过去热天上侪人的垦丁沙坡，即马嘛变做无人的秘境。疫情影响观光产业，包括餐厅、饭店、游览车、旅行社。就算即马开始解除相关的禁令，要恢复过去的盈景，恐惊过一段时间。从疫情前大概4000家旅行社，将近有4万多的从业人口。差不多现在降到现在差不多剩下2万人左右。整个行业如果要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的话，可能到2023年。政府虽然有做纾困，不过敢若较无5成的业者有领到。民众党的立委赖香玲透早开记者会向行政院发话：纾困的预算的执行率，希望行政院要真的检讨再检讨，为什么不足5成？涉及到人跟人很多的接触的餐饮、住宿，他们要怎么样来执行微解封跟降级之后的产业调整？尤其在这段期间离开产业的人，未来敢够有可能做相关的头路，敢有可能会变做人才断层，这部分嘛，互人真烦恼。即马唔拿做补助，专家嘛讲，若是要恢复过去的盈景，一定要赶紧增加疫苗的注射率，才有可能提升民众消费的信心，大家嘛才有可能放心出门去佚佗。